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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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回到永光教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等一下我们礼拜即将开始，邀请大家将手机关机或是开为飞行模式，谢谢大家的配合。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我们跟左右边的人，我们跟他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为什么今天特别用愿你平安来跟大家打招呼呢？大家知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啊，感谢主，感谢主。我的答案是世界末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听到网络上的流传？说2025年7月5号，在日本的地方会有大地震，引起海啸，然后是世界的末日。以往其实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传闻传言，但是大家就是当新闻看一看，然后隔天早上又起来一点事都没有，我们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真的有影响。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旅行，那最近因为这一个传言，飞机都是空的，然后机票因为没有人买机票，所以机票降价，所以大家讨论的那个结果的那个热度，我觉得跟以往不一样。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现代人真的很缺乏什么？缺乏平安。特别在现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就像网络传播信息速度之快，这种不平安的那个感觉，更是不知不觉的就深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所以这个是这一次我觉得，怎么会这一次世界末日的感觉会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才说，愿我们每一位都平安。然而世界末日是假的吗？圣经告诉我们，末日是真的。但是在末日同时代表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末日来的不是绝望，带来的是主耶稣的盼望，是福音的盼望，是福音的能力。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末日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的与主连结在一起。
我们要每天来支取神的恩典，来支取神的喜乐。我们要每日定睛在我们该做的事情上面，注目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那个绝望的里面。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复活后显现在门徒的面前的时候，他跟大家讲：愿你们平安。所以我相信神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的恩典也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所以主耶稣也跟我们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然而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使徒保罗也跟我们讲，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应将所有的祈求感谢用祷告排列在主的面前。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阿们吗？阿们。我们怎么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们都有手机，对不对？手机需要什么？需要电。所以我们在整个电网的里面。然而当你的手机不插在插座上面的时候，你的手机里面就没有电。所以当你需要电的时候，你就必须把你的手机插在插座上。当我们需要主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把我们福音的插头接在主耶稣的里面。当我们注目在神的时候，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里面。阿们，阿们。愿神的平安每时刻与我们同在。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站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我们求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充满在我们的心中。阿们。我们用10秒钟安静的时间，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不用隐瞒，不用害怕，单单注目在神。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经再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攻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必在我们的当中得到彰显。阿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这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你，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
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这谦卑灵力，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你，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你，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Now is the time， 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我们要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Let's go！ 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你，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我们再次的宣告，就是这个时刻，万国都要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你，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掌声跪却荣耀赞美给我们的神。就在这个时刻，万国都在敬拜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我们的颂赞充满神的殿，愿我们的一切的赞美成为馨香火祭，摆列在主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哈利路亚！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尊崇耶稣，让我们献上祈求，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哈利路亚！愿我们的歌声传遍千里。哈利路亚！愿主晨光照亮黑暗，让我们去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一切的颂赞都排列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你必将你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特别求主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你是我们一切的君王。哈利路亚。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在这里，他能彰显这里，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直到那日，我再见你一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将我们自己献祭在主的面前。神就是我们的王，哈利路亚。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
有福分，因为呢，我们把所有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谁？归给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主宰，主耶稣就是你生命的王。Amen。感谢主，因为神拣选了我们。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他看为美。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眼中，你的敬拜就是最美的。阿们。阿们。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的敬拜是最美的。你的敬拜是最美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如今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现在我们要用祷告。祷告跟敬拜是一样，被神看为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特别今天要来为青少年来祷告。他们在昨天、前天有3天的时间，他们参加营会，他们的生命正在被神翻转。我们要为这一代的青少年，让他们在这一代的青少年的当中，他们的生命是被神更新的。阿们，阿们。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逻辑，还有他们所做的行为举止，都要合乎神的心意。阿们，阿们。所以我们要来为这一代的青少年来祷告，求神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紧紧的与神连结，与教会连结，与小组连结。因为神要使用他们。若他是你家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更要看到我们家里面的孩子，一定要把他带到教会来，因为他来到教会，他就要得神的祝福，他的未来、他的工作、他的情感，神都要大大的赐福。我们为青少年，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来为他们来祷告。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 区，两个人来 RP 区。把我们为青少年的呼求带上祷告里面，我们会的来带不会的，我们会的来带不会的。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来观察一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你祷告、你呼求的时候，神就垂听，神就应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在我们里面，哇！为青少年的祷告，主啊，这一代的青少年，主他们要成为这个世代的领袖，他们要成为圣洁的领袖，主他们要成为充满馨香、有主的仁慈的领袖。主啊，你祝福，并且主你动工在他们身上，引领他们的行为，引领他们的话语。主耶稣，因为这是神你所要赏赐的。你命定的福必定在这一群的孩子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里。
神主耶稣，荣耀归给他。住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主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何塞那归于主耶稣，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何塞那归于主耶稣，何塞那归于主耶稣。哈利路亚！何塞那就是荣耀。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用呼喊的声音来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主耶稣，你配的，你配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也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配得我的掌声。配得我的掌声。哇，这是一个尊荣的文化，神要我们都要这样尊荣旁边的人，尊荣你的家人，尊荣你的小组员。阿妹吗？阿妹，也跟旁边人说，请坐。大家请坐。哇，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就充满了喜乐，而且呢，可以把压力都放松下来。是你有没有把家里面的压力、把工作的压力、把任何事情的压力都释放下来？当你刚刚敬拜的时候，刚刚你唱在 RPG 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离开，因为我们的神就是释放压力的神。阿们。在这个时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青少年呢，他们在这3天总共有100多人，然后有好几间教会。我们看到这些的青少年，他们的生命真是充满了新的盼望，并且充满了喜乐，新的能力在他们当中，好吗？我们先来观看一下，我们的青少年，好，先把灯光关起来。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他们在这3天营会的情况，我们热烈掌声。That you were made, I give you all the glory and I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Thank you for the breath inside my 每一个 lungs. 孩 Thank 子 you 们 for your 他们 grace that's never giving up. 完成布置， I love the world. 还有他们的工作坊，每一个人都要具备超越力，还要顺服力。他们在敬拜当中充满了热情，每一个孩子都看到他们的笑容。在祷告里面，他们是从心里面彼此的相爱。这是我们同工去那里做预言的服事，非常的棒。还有别的教会的牧师，他们也亲自来参与鼓舞他们的青年。哇！哈利路亚！很快的，明年2026年就要打广告了哈。好，这个时候，这个2026年是明年的，现在已经在预备了呀。好，我们再一次的热烈掌声，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呢要为我们献上赞美的舞蹈。
tres, I am favored, I am blessed. Uno, dos, tres, I am who he says I am. Up to and beyond the glory. So, uno, dos, tres. God is for me, then who could be against me? I've got to praise, I've got to praise. If God is for me, then who could be against me? I've got to praise, I've got to praise. If God is for me, then who could be against me? I've got to praise, I've got to praise. 再一次的热烈掌声加尖叫声！牧师来采访一下，预备一下啊哈！好，来，我来采访一下，来，好，一乐哈，一乐，你这一次的营会，你有什么样感动的地方？有看见我们的青少年会为了教会，然后主动看到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帮忙。是。那还有呢，在工作坊里面呢？工作坊里面就是大家虽然脚都很疲惫，都很酸，但是还是愿意跟着我一起来跳舞，然后一起来学习更多的敬拜赞美的舞蹈。好，谢谢我们的以乐。我们这一次呢，有很多我们的同工他们请假，请了2天的假，然后呢就赶到现场来带领这些的青少年，所以我们这些的同工呢，他们在服事上面真的让大家很感动哈。好，我先来访问一下我们的一位，来看看孩子有什么样的得着。我好喘了一下，好喘。我感谢主能够透过我们每一个青少年的，就是永光教会的青少年，能够去影响其他教会。然后因为其他教会很多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系统。那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从敬拜赞美的不同的态度，然后所有的活动、教会的参与度上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得着。那我觉得这次请假也值得啊！请假也值得，真的是谢谢主哈！哇，服侍神的人，神要服侍他。好，我来，于琪来，你的额头被晒的，底下是黑的，上面是白的嘞哈！哇，真的来。于琪，你是小6是不是？小6升国1。小6要升国1啦哈。那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他们的小孩都可以参加吗？你怎么样来广告宣传？来，开始，来拿麦克风。好，你觉得因为有什么好？我现在在为2026年宣传。就是你有得到什么？你在那里有学到什么？大家都很热情的在敬拜。你有热情吗？有，即使很沙哑，但是还是。你明年还会再参加吗？会。为什么？因为能感受到主的同在。感受到主的同在，很棒，很棒，谢谢你。哇，你回答得很好，感谢主，感谢主。好，来，最后呢，我们的雅拿来，哇，我们的副舰长，好，来。
好，我觉得在这一场的营会当中，其实我们看见每一间教会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突破。那其实这一次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新长，也就是我们的队辅跟我们的副队辅，其实在当中也有其他外教会的人一起参与在这个服事里面。那我们也看见真的是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合一。虽然我们可能不太认识，一开始不太认识对方，但他们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来跟对方有了这样的一个默契。所以我们也同时看到，就是这些青年辅导、青年领袖们，然后带他们的教会的年轻人，其实我们真的看到是世代传承，然后也看到他们每一个太空人真的都是突破自己。有一些人真的从来没有在敬拜赞美当中跳舞，然后尖叫，但是他们这一次完全都突破。阿们。好，我们舰长来，亚伦是舰长。阿们。我想要特别分享的是，大家对于预言的领受。我们有很多，除了我们永光青少年之外，然后其他教会的青少年，他们也都回馈说，对于这个预言，他们觉得怎么这么准？然后也有人说，也有我们永光有带一位新的朋友来，那他第一次参加这样有跟基督教有关系的、跟信仰有关系的活动，然后他的预言里面内容提到他的房间的长相，所以他就帮他预言这位同工说，你是不是有去我房间？你是不是在我房间装监视器？为什么那么准？对，所以我们每个教会的孩子们在预言当中都有非常大的得着，然后生命都有被改变，然后很多人都流泪，然后都有很棒的领受跟感动。谢谢。阿们，感谢主。是，所以呢，每一次的撼动星球呢，我们都有主题。那今年的主题，我们的宣言是什么呢？好，我们再来一次哦，你们听看你们听得清楚没有？来，预备，来，开始。好，来换你们说来。我的问号在基督里都变成惊叹号。你们好聪明哦！来带一次的动作来。我的问号在基督里都变成惊叹号。我们要给年轻人知道的就是，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会这样？为什么我读书总是没有办法读好？他对生命有很多的疑惑，心里面多忧多疑。但是来到营会，我们就告诉他：你连结于耶稣的时候，你是地球人，然后呢，你会因着耶稣基督，你所有的问号都会变成惊叹号。因此，我们就是我是惊叹号，我们一起说。我是惊叹号，那个就是神成全在我们里边，他的应许、他的祝福都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我们的青少年，明年我们现在又开始招生了哦，所以你们的小孩赶快养大，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参加我们的青少年。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青少年，谢谢他们，也谢谢这些的辅导的同工们。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诗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经文记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6章25到31节，请。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听着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解开了，狱警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警叫人拿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然后狱警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攻读到此，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本堂周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的讲题是启动赞美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才我们青少年在舞蹈的时候，他们在喊什么？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哈，因为在营会里面
他们每一小队都想要得分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新长、副新长说：“火星，火星，火星，木星，木星，木星，加100分，加200分。”OK， 然后那个声音啊，响到我几乎听不到。所以刚才他们在喊的时候，就是喊他们的队名啊，了解吗？你想说他们在做什么？怎么吵那么吵哈？因为他们为了要得分这是一个团队的互相的鼓励，真的是很棒哈。那因为我们的年轻人一年这样被训练的越来是越知道团体的活动团体的力量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感染了那其他的6间教会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的牧者都觉得哇，他们好感动，看到他们年轻人不是这样不甩人的然后要听不听的不，他们在营会里面就非常的顺服这是他们觉得这是很棒的，而且我们给他们的都是基督的信仰、基督的品德，这对孩子在未来的生活。日子或者他们未来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上，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石。阿们，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阿们。OK， 好，感谢主。好，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意。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感谢主。那今天牧师透过这段经文是我们读经计划昨天我们一起读过的经文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保罗跟希拉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用这个主题来思考，启动赞美的大能使徒行传我们读就知道，我们读到第13章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从使徒行传第1章到12章都记载着在耶路撒冷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见证，而且是以耶稣的门徒特别是彼得为主的来记述整个教会初次建立起来的一个经历哈。那到第13章的时候很特别，他开始了一个福音往外拓展的一个经历，而这个历程呢，就是以保罗为主以保罗为主，因为耶稣呼召他，在意向他，叫他能够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使徒，来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保罗就领受了这样的使命，打死不后退的往前行哈。所以我们从13章就可以看见非常重要的基督的福音就广传了，按着耶稣基督对门徒所应许的，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没有？那我们就可以看见第13章开始就进入地极的一个起手式。从这里让我们来了解哈。所以我们上次牧师也提，在整个保罗对外传福音有3次的旅行的传福音传道哈。那第一次就13章到15章，那今天所读的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一个旅程。那第二次宣教的旅程是很特别的，因为第二次宣教的旅程，保罗用了3年的时间用了3年的时间绕一大圈而且突破了他过去的限制，自我的限制，以为福音就传到小亚细亚就可以了。但是神给他在异象里面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异象，哪里来的异象？知道吗？哪里来的异象？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就是当时候就是现在的腓立比的地方哈。那也就是可以说就是南欧洲的地方。牧师有去
一趟以后有分8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好，对，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见，这是真实的历史故事，是在历史里面有记载的，并且我们现在走到那边的时候，从小亚细亚到欧洲一带都可以看见，当时候保罗传福音所留下所有的遗迹跟事迹，都记载得非常清清楚楚。而我们也相信，当保罗领受从耶稣来的恩膏的时候，耶稣能够医病赶鬼，保罗就如此行，而这个就成为教会建立起来一个最美的见证，因为是领受了从基督复活的能力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阿们。这是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可以看见这一些的事实，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耶稣要离开世上的时候，就跟这些门徒吩咐，对不对？命令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圣灵的浇灌，有没有？上个礼拜牧师有特别提到他的浇灌第一次的浇灌，第二次的浇灌，对不对？哇，第二次的浇灌是在等候耶路撒冷，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得着了能力，可以从外显的作为里面来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哈。所以那时候开始，圣灵降临以后，就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在整个基督教信仰历史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灵的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教会开始，就是一个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结束了吗？还没有。到什么时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处在圣灵的时代？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教会都应该要清清楚楚的，这是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就是靠着圣灵来领受神的救恩，靠着圣灵来明白神的作为，靠着圣灵来方能行事，叫所有的人看见这是圣灵的时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圣灵的作为无时无刻都与我们同在。今天早上你定义要来礼拜，是圣灵的启示感动，还是你肉体的期待啊？如果你肉体的期待，你会觉得今天应该是怎么样啊？如果牧师肉体的期待，今天我应该可以睡一整天啊，因为营会我从头到末了跟着走还要找时间出去不敢在现场，因为在现场都专注着，听到声音就想出去看一下，因为太吸引人了，你知道吗？我所以自己开车出去，找一间咖啡厅，用6个小时把今天的讲章写完哇就是如果肉体的期待，今天应该是可以休息，但是圣灵期待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他，用喜乐的心把颂赞荣耀归给神，让我重新得力在圣灵里面。阿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以看见的，所以我们相信圣灵的能力今天依然在教会运行，并且见证着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神的独生爱子，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也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这是何等重要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宣告。因此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明白永光教会就是依循初代教会，等候圣灵以后，我们就大得着能力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依此法则到如今我们在做，而我们就可以勇敢的说，我们现在一起在写永光的使徒行传，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起成就的你跟隔壁说，我们在写永光的使徒行传。对，
我们每一位都被呼召的成为主的信徒，成为门徒，又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使徒，在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一起写永光的行传，一起写永光的使徒行传，这是我们一起共同经历的。而我们这一篇要不要写的辉辉煌煌？要的，因为圣灵今天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青少年是如此的被主所喜悦，被主所使用，而我们也更知道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多的来展现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跟希拉，这是一个他们亲身经历的哦。我们有去到他们被关的现场，我就觉得啊，被关在这里啊，这是我一看到保罗被扣住的那个锁链真的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好像很戏剧化的，这个真的是可以拍成电影般的，确实是这样。而我们更知道他们为什么可以有这样超乎常人的一个生命力呢？这么影响力呢？这么有稳定的一个信心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重新再来思考。我相信神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这个故事，叫我们能够明白，就是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对不对？我们常会说，看那个电视剧也常会讲这句话，是不是？天无绝人的路，有没有被我吵醒了？你跟隔壁说，天无绝人的路。对天无绝人之路。这个天是指谁呢？我们的上帝啦，对不对？也许不信的人，他们不晓得天是什么，但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称呼的天就是天上的父亲，天父阿爸，是我们的父神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OK， 好，从这段经文里面，牧师就一起跟我们来思考，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圣灵引导上南欧的地方，第一站就是腓立比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本来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结果被控诉以后呢，就被抓，并且怎么样？是双脚扣上木狗呢，然后呢被关在内监里面了。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个是他们从挖出来的臼齿那我就心想，绝对不只是关在这里而已，应该要更里面，应该是更里面，或者是说上面的已经挖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看的那个地方，就是保罗、希拉所被关的地方被囚禁的地方对我们来讲，你可以想象吗？他们那不是带着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来到这里的吗？怎么圣灵会让他们遇见这样的一件事情？照保罗、希拉来讲，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在那里哀餐，对不对？抱怨上帝呀，你在哪里呀？你不是说大有能力吗？我都可以叫那个污鬼离开人怎么我现在被关在这里，真的没有面子？可不可以这样讲？如果是我的话，是你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抱怨？我相信会有，我们的心里会怀疑，怎么会是这样？如果你不清楚你的呼召在哪里，你是最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绝境里面，你的心你的思想意念都会往不好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常遇见的，遇见困难就把过去不好的负面的那些阴霾全部都挖出来，有没有？这是我们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今天保罗、希拉，他们不是在那里唱哀怨的歌对不对以前常常在
殡仪馆常会听到这些老年人在唱啊，我歹命歹命，你就去遐早死是要叫我安怎落去哦？有没有？哎，有吗？有听过这样老年人在哭着她的丈夫离开吗？我小时候常常听到呢，我觉得好可怜哦，真的好歹命，不过因家做好起来，翁留足一财产给伊哦。我歹命，即摆阮翁袂当靠我做伙享受，讲我家己独享尔吼。心内讲暗爽一下安尼吼，因为翁袂去管伊啊吼。即摆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然后哭完以后擦一擦，来哦，谢谢你们来哦哈，真的是有这样看过了哈，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哈。但是我们想。面对这样困境甚至死亡阴霾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是用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好，那我们看保罗、西拉是不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最棒的一个榜样？圣经记载他们祷告、唱诗、赞美上帝，而且在希腊文原文里面，他那个祷告是一个进行式的，是持续不断的，是从被还没关进去以前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被囚了，被鞭打了，被扣上这些锁链了，他们依然在祷告，然后依然在赞美神很特别哦。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在最绝境当中，甚至命快丢了，都还在祷告？唱诗赞美上帝呢？是不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在里面，在他们的心里面？我说，那就是他们全然的、绝对的信赖上帝。你相信吗？如果保罗、西拉不是绝对的相信上帝的话，你想他会这样吗？他们应该是怀疑的，应该是抱怨的，应该是对未来没有盼望的，应该是愁眉苦脸的，让跟隔壁的这些囚犯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的不一样，让他们祷告跟敬拜赞美上帝都能够影响他周遭的人。同是被囚在那些的人，圣经记载告诉我们，他们是侧耳而听而且不是早上下午唱歌而已，晚上人家睡觉了，他还在唱，因为怎么样，身体非常的疼痛，不是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他们借着祷告，心灵的安慰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保罗、西拉是先面对监门打开了，困境解决了，他们唱歌会变成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但是好像事情跟我所说的刚好相反，时间时序是对调的，是不是？他们是在苦难绝望当中，他们祷告神，然后神就借着地震，照历史学家说，那是至少是5级以上的地震，甚至是6级以上的地震。很特别因为地震，监牢的门打开，那就算了，怎么连锁链也会可以打开呢？你有想过吗？怎么连锁链地震也会打开？那我相信这是圣灵的作为，阿们。是圣灵听了他们的祷告、敬拜、赞美，是圣灵要在他们苦境当中来让人们去发现他们是神所喜悦的儿女，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保罗就是这样的经历以后，他就是这样的来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是饥饿？是刀剑？是死亡吗？他没有。他说这一切，然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在一切的事上他说的在一切的事上是所有不好的、负面的，所有一切打击攻击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
靠着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呢。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也许你现在还绕入在困境当中，不管你的困境是什么，神知道的。但是你要宣告，你要跟保罗一样宣告，在这一切事上，在这件事上，我要靠着爱我的耶稣基督，我一定可以胜过一切的。这是我们一定要经历的，因为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解决的方式跟能力。即便要让大地震来帮助我们解开这一些的难题，神都可能会做，因为主权在于他。所以求神让我们非常清楚来了解有耶稣基督的爱，因此我可以坚持到底。阿们。不管你的处境是什么，你都要相信耶稣已经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你今天你面对的你要对付的难题，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背负了这一些困境，这一些恶，这一些困难，这些难处，这些没有办法找到方式的，耶稣都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上代价了。所以今天的你，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经历到他的爱，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爱你的，而他也要你用他的爱来分享出去。你用他的眼光看待你的困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主与你同在，你就不必害怕。惊涛骇浪算什么？如果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害怕。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因为他的门徒就是有这等的经历，今天依然对我们说话。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你的生活中是否已经有彰显基督复活的能力没有？你有逾越这些，当你有一次逾越的时候，你就把它这个见证一定要记下来。再次遇见这样难题的时候，你就宣告：上一次我得胜，我这次一定可以得胜，因为主给我应许的是得胜有余。阿们。这次得胜有余，有多的在哪里？面对下次的时候还可以得胜。阿们。下次的能力从哪里来？从上次的见证来，因为得胜有余，就多余的今天可以付上代价。阿们。这是你我可以确信可以经历的一件事情，不是吗？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说我们想到保罗的时候，也许我们会为他抱不平，他放弃他所谓的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哦，他的血统是最高贵的，哇，是贵族，是被尊敬的。他可以等于是说，就是我们所谓的台湾的最高等学院的博士班毕业的哦，他的老师是最优秀的老师，他可以坐拥他一切来享有他的权柄跟财富。但是他为了传福音，他放弃这一切呢？他放弃这一切，我们会觉得他怎么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处境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如此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他说：“我在耶稣基督里，甘愿天天冒死。”阿们。因为他已经看见更有价值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了耶稣基督，可以看万事为粪土，就是为了要得着他，只得着他，因为这是至宝。阿们。这是你我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依靠，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在我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阿们。他说：“我们一起继续读来，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对，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的力量能够加给你？就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逾越了一切罪恶的权柄，能够胜过一切死亡的毒钩。你就因为有这一个力量护庇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凡事都能做，并且做神所喜悦的，做神所祝福的。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由此可见，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一个能力的来源，可以无懈可击的生命力是什么？就是唱诗歌赞美。阿们。很棒哦！你喜欢唱诗歌赞美吗？你喜欢我们的敬拜吗？昨天这些其他教会的年轻人参与在我们的整个营会的敬拜里面，他们都跟他们牧师说：“哇，永光教会的诗歌好喜乐哦，又可以跳舞，哇，还有活力哦，阿们！哇，这是我们的。”牧羊长，2位牧羊长，神给他们的恩赐，又给他们有很好的经历的连结，所以他们可以把最活泼的、最适合现在年轻人的这些诗歌都能够怎么带上来。昨天预言有没有？有100我们教会总共有63位参与在这预言当中哦，63位。一个人有个人是负责一个人或者2个人或3个人的，他们即时祷告以后，照编号、照感动，把这从圣灵感动的写下来。昨天每一个人学员都有1张预言，哇，很特别。昨天去的我们前天去的我们有25位的我们的同工一起在现场为这些的预言，你知道吗？这些的预言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而他们能够享受在敬拜里面，他们生命之可以被神所提升，因为他们真的开口，他们口开，心就开，灵就开了。阿们。这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领受的。你透过读圣经，你一定要跟主说：主啊，2000多年前的圣经你所说的，今天要对我说什么？要不要这样？要，那才有意义啊！对你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有什么祝福？有什么宣告？这才有意义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我这边了哈。对，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你在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把诗歌，不管你喜欢哪一方面的诗歌，你总是要有诗歌陪伴你的生命，非常重要。我第一堂有跟我们这些长者说，如果你们在家里，你们要习惯听诗歌，一起唱。好，那如果身体病弱的时候，到医院去住院了，你一定要提醒孩子说，你一定要把我的那个什么可以放音乐的，让我陪我，因为家人可能没有很多全然24小时陪伴着这些长者，不是吗？那如果有神的话语、神的诗歌陪伴他们，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安慰跟祝福，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实践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在你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这样子哦。一想到哪一首诗歌，你就可以哼哼唱唱，因为你每次唱的时候，就是一种宣告，对不对？宣告你跟神的关系，宣告你相信神，必为你带来极大的恩典跟能力。这都是透过唱诗歌，透过祷告，我们天天在经历享受平安跟喜乐的。所以感谢主，你跟隔壁说这句话：常开口赞美神，是懂得享乐的人。阿们。来，对，这是非常重要哈。OK， 那我们就看到，当
圣经记载，保罗、西拉他们正在祷告、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就地震了，有没有？那个地震超大的，所以禁主就发现说，糟了，那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昏天暗地的，这些囚犯一定怎么样跑掉了？因为他们需要自由嘛，对不对？门打开，他们不跑才怪。所以他就为了要负起责任来，他就要拿刀自杀，有没有？哇，这是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看见。那保罗就制止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就在那个时刻，我发现这位禁主最后已经发现是谁被关，是他自己被关，因为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存在。他平常就是要非常凶巴巴的，让这一些囚犯能够降服于他，不敢乱想要逃离我的魔掌，怎么可以？哇！一个逃跑的话，我命就丢了。所以他为了要保有自己的性命，他就要怎么样？压抑、打扁别人，让这一些的囚犯乖乖的，你们甭想要离开我的魔掌。但他没想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是谁被关，是自己。他被自己的辛劳关住了，所以他没有过得喜乐的，没有真正的平安，他惊惶。那我们就看见，这是我们，所以他才会说我当怎么样行？他来跪在保罗的面前，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跟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那一句话，不可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一句话非常的简单，它所带出的力量却可以让我们看见，对，这是从神而来的。好，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西拉在最艰困的时候，他们用诗歌、用祷告，成为一场布道会。而这一场布道会所带出来，是一种生命最美的见证。所以牧师为什么常鼓励我们，你在生活当中有经历，这是神为你开路的，神帮助你的，神祝福你的，你总是要把它记载下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记录下来的时候，当你朋友说最近很不顺呢，常常都有毛病出现，真的很烦呐，那你就可以怎么样？把你口袋的见证拿出来了。这样子啊，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事情都觉得很不顺遂的，觉得说怎么好像每一个人都，好像我都得罪了每一个人，没有人好像看得起我或者看我顺眼的。但我告诉你，当我认识耶稣以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经历讲出来，对不对？这是需要的，因为你透过你的经历成为生命的见证，就是可以引导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到主面前来，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说服力咯。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说见证最有说服力。阿们。对，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哈。好，牧师最后讲一则的故事。意大利的声乐家卡罗素他的声音会堂的浑厚是世界男高音非常鼎鼎有名的。那话说他有一次到美国去开演唱会，在休息的时候他就到邮局要去领一个包裹，因为他有收到一个通知说他有一个包裹，知道那是他要收到的一笔的钱他也需要这一笔钱他就急忙的去到邮局要领包裹。邮局的人就说对不起先生，请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发现说一忙忘了拿证件怎么办？结果这个办事员就真的把钱交给他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因为卡罗素就开始
哦，索来咪哟，啦啦啦啦啦，啊，我要爱钱，请你交给我。他就唱一首这样了哈，当然歌词不是这个了哈。他唱完以后，确定交给他。哦，卡罗素，是很有名的，声乐家，但是他小时候他生活不好，他的妈妈为了要他让他可以接受教育啊，他的妈妈从来不买鞋子，你就知道他小时候的生活是这样。而当他成名以后，他有优渥的收入以后，他对一些需要的人，他都是愿意帮助的，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啊。所以有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个大善人哦，他很乐意的把钱分享给人，所以都来有求助于他。但是他太太看不过去，他太太说：“哎，你嘛拜托给行好。”这个人看起来就是要骗你钱的，你还真的给他呢？他当然他讲的连我都听不下去，你还真的给他？你怎么你拜托一下好不好？你也分辨一下。哇！他太太常常提醒卡罗素这件事情啊。然后后来呢，卡罗素就说，他跟他的太太说一句话，就说还没到，再等一下。OK， 超过了。有求必应，当然不是了哈。但是，请你告诉我，要如何决定谁值不值得呢？如何决定来有求的谁值不值得我给他呢？他这句话很提醒牧师，对，到底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用我们的分辨力说这个人不值得怎么样？有没有？这个人不值得啦不要为他付出太多。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用我们的经历在判断。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判断，好不好？不是用自己的经历，不是用自己过去的知识所给予提供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分辨，这是我们需要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了解。对，当我们觉得这个人不需要福音的时候，不，那是你自己决定的，是因为你害怕吗？或者你觉得麻烦，或者你没有耐心？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在提携下一辈的时候，求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从神的眼光来看，那让我们看见，用尊荣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的时候，那从神的眼光所看见的，你就会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人人都需要耶稣，对不对？是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就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又求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的是指向他，以他来判断、来说、来做任何的事情。真花跟假花差别在哪里？我们这里有插花老师最知道哈。如果假花的话，它的你买回来到10年后都一样，对不对？顶多颜色退一下而已，退一点点，对不对？但是真花呢？真花你可以去享受它从怎么样含苞待放，然后开花出来，到凋谢，它这个过程是什么？是一个生命力的展现，对不对？哇，这是很棒的。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对基督徒的你我们就是有生命力的展现，那才是神所喜悦的。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我们看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虽然只是一句话，
但是救了一个禁主，不只救一个禁主，也救了他全家的人，不只救了他全家。今天他的故事我们依然在说，因为他的故事依然影响了千千万万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所以一句话很简单，但是所带出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阿们。愿神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我们一起来说，来，我开口赞美神，见证基督福音。阿们。我开口赞美神，见证基督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好，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诗篇150篇第1节，再一次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诗篇150篇1节，对，我们在圣殿里面敬拜赞美他，在他创造的穹苍哪里？无所不在的地方，对不对？好，我们都要开口赞美他，因为赞美是超能力。阿们。赞美能够带到我们跟神的直接的连结，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你盼望大千时代，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领教耶稣的爱，以赞美充满胸怀，绽放生命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你们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用喜乐的心来敬拜他，赞美他，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从我们的口开始。我们越大声的赞美，我们的心就越敞开。阿们。信心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以盼望大千时代，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领教耶稣的爱，以赞美充满胸怀，绽放生命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
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开口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你打开了，你的灵就浇灌下来，你的灵恩膏下来，就必医治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宣告，那不属神一切的祝福，不属神的，都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那一些消极负面的思想，我宣告都要更新，从神而来的心思意念要充满在你我的心中。谢谢你，你恩膏下来，求你也做医治的工作，让我们每个细胞每一个筋骨都在里面恢复健康，就像你创造时候的那喜乐跟祝福都在这个时候流露。谢谢你，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宣告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主世人左前，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爱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会众请起立。生命活泉，生命触摸中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爱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有请潘牧师。弟兄姐妹，你是蒙恩宠的，你是得福的。哈利路亚！牧师刚刚在听周牧师的分享当中，我的心里面就不断的涌出圣灵的话语。今天在神的面前敬拜他的、唱诗敬拜他的、领受他话语的，都要大大的得着从神来的医治。阿们。这需要我们的信心，是也许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但是呢，所有的难处在耶稣基督里都要变成益处。阿们。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信心、有盼望，并且有确据。感谢主！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首先，好，来，我们来看第一个。
好，我们来导读这个礼拜的经文，请。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使徒行传17章28节，再一次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使徒行传17章28节。是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举止行动，神他都看见，不仅呢都在乎他，神也在乎我们。阿们。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我们的思想都连结于神，因此呢，我们就与神有一个极大的紧密的关系。所以神他说他要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的生活，赐福我们的动作，也赐福我们的存留。阿们。所以呢，宣告呢，就是把神的福分带到我们的现实来。因此，每一天的导读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好，我们要持续下去。那抄写经文上面呢，我们也持续继续往前进哈。好，接下来，好，那这是撼动星球的青少年哈，总共有112位，有10位的 base 的朋友。那青少年呢，我们这一次呢，用很多的很棒的策略，然后让他们参与在其中，是非常的投入。所以呢，我们就有徽章，然后呢就有他们的包包。你们有吗？有吗？来，我拿起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来，你们站起来，然后呢，让你们包包给我们弟兄姐妹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徽章？有徽章吗？我们看到在他们上面的这个徽章呢，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呢，他们有那个超越力、有创新力的，他们就可以拿到徽章呀。所以我们同工呢非常的用心，他们就预备这一些的徽章，然后让他们可以透过点数的累积，然后来换取哈。我们看到交谊厅呢，交谊厅也有他们的布置，所以呢，在新竹的布置现场呢，我们都把它搬回来哦。所以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太空人是，所以呢，我们时常带出这样的一个创新创意，让每一个人都享受我们的神就是创意的神。阿们。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到外面，我们也可以观赏一下。外面呢有一个火箭，那个火箭是气球做的，然后是我们的建宏弟兄帮我们的。建宏有来吗？今天谢谢建宏，感谢主哈，有他在就万事通呀。所以呢他就到新竹去帮青少年呢做了更多很多创意的一个设计哈。好，那我们也来关心的，我们昨天去到新竹呢，那个场地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我们不仅聚会在里面，就连我们的室内的活动也可以用现场，所以呢非常的好。那当然租金不便宜，一天要5万块，所以呢光2天半就要多少？12万。但是呢，我们有许多的同工，他们看到付出在这些青少年的身上，有一些的好的空间，让他们在那里可以享受神的同在，那是值得花的费用。是，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把我们所能够有神给我们的，不管是经济的财力经济的能力，或者是你服侍的能力，都可以来献给神。因为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命定的，我们成为彼此的扶持，然后我们呢成全我们的青少年。阿们吗？感谢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永光教会有很棒的弟兄姐妹的服侍，同工的服侍大概有18位的同工到现场，他们下班之后就到25位到了新竹圣经学院区那边，为这些孩子们预言。那有这么多的很棒的同工，然后虽然没有到现场，他们也是一样领受预言。那这些的同工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培育学校，的服事还有操练，所以我们现在在9月，我们有培育学校。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在永光教会，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培育学校，
培育学校呢，是我们的灵性的国民义务教育，所以呢，我们都要来报名参加，因为这是圣灵要给你祝福，要祝福在你的家中，也祝福在你的工作，祝福在你的职场上面。那这个报名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心来注意。那可以赶快来报名，可以享受这个早鸟价。如果你是新朋友，你还没有受洗的，你一样可以来报名，在这个营会里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大能大力哈。好，接着，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召开长执会，小组长务必要列席。那关怀第3部呢，要开同工会。好，接着我们来看到访韩盛会，今天要有说明会。另外呢，我们持续的在导读抄写上面与神同行。好，接着我们关怀1部2部呢，有同工会是在下个礼拜。好，另外呢，我们明天呢乐龄营聚会暂停，看起来天气好像还不错呢哈。不过因为有台风的警报是在南部，但是我们明天呢也考量我们长者的安全，所以呢长者的部分乐龄营我们明天就休息1次。好。另外，我们有在周报上面也看到我们的牧区有营会，然后我们有出友都陆续的出来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周报上面所写的。那如果你是属于哪一个牧区，然后你带新朋友，你就加入在这个牧区里边。好，首先呢是8月20号的玉喜牧区。好，再来下一个，这个是什么时候呢？8月23号的豆豆牧区。好，再来。秀莲牧区是8月23号，好，接着，好是石门水库的这个是国宾牧区，好，国宾牧区，好，再来，这个是什么牧区呢？好，丽娜牧区，好，再来，永伟牧区，好，还有吗？五花八门，我看不到哪一个牧区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就。知道我们同工他们很用心的在筹备，为的是要带我们出去，然后呢也带新朋友，让我们去体验神所创造大自然的美丽。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光。所以呢，我们来报名来参加看这个报名的时间。好，接着，好，那我们也要为国外的眷来祷告哈。他身体上有不舒服，所以我们为这个眷来祷告。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带到儿童牧区，好。小朋友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小朋友有小鱼儿班，所以呢，家长就把他带到小鱼儿班去，让小朋友可以享受在属于他的年纪的小鱼儿班。好，那个秀莲，请你把他们带出去一下好了。好，这个小朋友都还小，都在成长的过程这个是难免的。所以呢，永光教会都为我们思考到非常的好的整个一个孩子的年龄层，所以呢，在那里都有非常棒的活动来吸引孩子。所以我们的家长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能够带孩子到儿童牧区，在那里享受他们的年龄可以认知的信仰的教育还有知识哈。好，那另外呢，牧师再来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秀莲小组的王玉霞姐妹的父亲王水泽先生，别是那在金门哈，所以我们也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好，接着，好，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是修凯弟兄，赞修凯弟兄是小恩小雨的朋友，是不是？好，我们非常欢迎，我们说一次欢迎。好，那旁边穿黄衣服的邱永金弟兄哈，我们也要特别讲，他已经来参加好几个礼拜了，是，好，是我们一向是我们小恩小雨他们的朋友哈，是，那他永金他在视觉上面比较弱势一点哈，眼睛比较看不到，所以呢，也许他看不到你，没有跟你打招呼，但是呢，你可以跟他打招呼，我们一起说永金平安。是他靠耳朵来听见我们对他的欢呼他是被神所喜悦的哈，感谢主。所以这一位是小恩的朋友，对不对？还有修凯哈，
上帝大大祝福你们。好，接着呢，我们来欢迎嘉颖还有金国。好，哇，年轻的夫妻是不是？上帝要引领你们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牧师看到你们在敬拜上面，神把他的圣灵注入在你们当中，神有话要对你们说，你们是祝福的管道。阿们。非常的欢迎他们，一次欢迎，请坐，请坐。好，那现在呢，我们呢还在欢迎一位英正弟兄，英正有没有在这里？好，在我们的教育厅抱着一个小女儿，是不是？欢迎英正弟兄呀！第一次来到永光，是上帝也大大祝福你呀！好，以后小孩也可以在亲子礼拜哈，可能还不认识，对不对？我们也欢迎你。那这几位的新朋友，圣灵引导他们来到永光教会，圣灵的作为，所以圣灵喜悦你们，上帝也大大祝福这些的新朋友。那我们迎宾同工呢，要把教会的礼物来送给你们，所以刚刚介绍到的朋友呢，请站起来，拿着你的包包，然后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他们要来接待你们。好，那我们的萧淑珍姐妹对不对？好，是佳慧姐的女儿，那她也为我们参加她的父亲的告别礼拜弟兄姐妹不断的祷告关心，也关心佳慧姐她也代表家属来跟我们致谢大家对他们的爱，感谢主。我们也欢迎淑珍姐妹能够紧紧的跟随主，在主的里面，也欢迎你回到永光教会来。好，看看你隔壁的弟兄姐妹，你都认识他吗？你可以叫得出他的名字吗？可以吗 ？OK， 好，你叫不出来没关系，你跟他说，你是神祝福的孩子。好，一同起立，我们也要来彼此来祝福。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来用大大的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来，向左向右转，好，看对面的哦，给他一个大大的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圣灵启动你们赞美的能力，让你们天天唱诗歌，荣耀圣父的名。也愿圣灵的作为在你们的身上，天天经历他丰富的恩典，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他活着。
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我们的小组长长子请到楼上，预备要开会。我们的访韩盛会的同工请坐到前面，我们有一个10分钟的说明会，请访韩盛会的同工们